曹格同萬寧妹妹黃韻琪分別為新書舉行簽名會，不過萬寧妹妹心情就好似唔係太好啦，一出現就已經扁晒嘴。我畢業啊！係啊，畢業。爸爸就解釋話佢啱啱出席完畢業禮，仲表演唱歌，可能係有啲攰啫。佢一坐低就即刻顧住睇自己本書，記者問咩佢都唔答。另一方面，曹格就得到大批歌迷支持，場面非常墟冚喎。最近有台灣傳媒指曹格整容，曹格就話其實都幾開心，因為俾人將佢同一眾型男放埋一齊。佢就強調自己冇整容，只係瘦咗少少啫，仲即場喺書入邊揾咗2張外表睇落唔係好同嘅相作證。即係過咗舊年，即係今年，我真係覺得自己重生咯，重生，成個心態，成個人係開心啊，同埋係好，真係覺得好感激啊，好 grateful 而家所有嘅嘢，係啊，所以可能係咁，同埋揾唔到理由飲酒，所以就可能瘦翻啲咯。至於會唔會考慮整容，佢就話見血嘅嘢唔使預佢。不過佢亦都唔排斥整容，仲話如果整完更加有自信嘅話，又有咩所謂呢？唔係啊，我覺得最緊要個人要有信心啊，有信心咧，其實會好睇啲㗎。